能开始改变。我暑假有去六福村打工，去有一边非洲非洲非洲人，然後要同人告白，他告白，他抖哎，他抖嘞。太有气哎，你势了。有带 dancer 来是对的。哎呦，哎，梦因总，为大家看的是两位 dancer，哎，三姑六那冲啊，心莫开哟，莫冲过的心酸，老年倒立台，熬夜强下来。哎呦，哎，这个跟上音腔有 echo 共哎用。呦，这你看这个有冇有唱过吗 slogan 已经是深入民心哎，真的哦，哎呀我们直接反应了，那我们师兄嘞，真的就会冲嘞，嘿，好啦，根本也没看那个新的个挑战了哈。嘿但之前18岁之前有一位安尼 V 面子，不得了，几张一朵管的呢。欢迎一个来送去，哎演出3礼拜，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嘿嘿嘿今天为什么有陈奕迅头呢？哎，哈，是吗？对呀，因为他现在有偶偶包了，可能是这样。黑暗有吗？是是是。已经觉得自己是歌王了，有。好了，比赛之前的介绍的评审紧张了哈。嘿，齐嘉宾欣赏，齐世斌欣赏，东东欣赏，总比欣赏。马上这样准备比赛。嘿有请 TV 场的 TV 係新嘅朋友，桃園龍潭總站馮大倫，什麼人講？哎呦，條歌真的啊，演唱特前呢，是鬼狗樣嘿的，嘿啊，來，來等個啦。什麼嘢硬講，什麼嘢硬講，就從嘅一地方，拍拍嘅牙齒，瘋瘋嘅再順，木主也未講法。什麼嘢硬講，什麼嘢硬講，成功嘅沒有辦法，標準嘅身材，甜蜜嘅笑容。色彩也定下，風花又嘅入嚟炸，什麼嘢暗將愛罵殺，愛上到斯文要囂生，愛唔愛吵。什麼嘢硬講，什麼嘢硬講，就從嘅一地方，白白嘅牙齒，瘋瘋嘅嘴唇，木主也未講法。什麼嘢硬講，什麼嘢硬講，成功嘅沒有辦法，標準嘅身材，甜蜜嘅笑容，色彩也定下。風花要雞入嚟炸，什麼嘢硬將愛罵殺，愛上到斯文要囂生，愛唔愛吵。哎，站鳳太過好，哎，40年後，總太過年好好好。哎，馮跳餅，馮跳餅，安就唔見面。見面就吐司。佢買鳳夾來買鳳跳餅的呀，真有名的。真的啊，上班又帶了本意識啦。有啊有啊。哎呀，冇識到啊。冇咧，冇本意識。有機會有機會。哦，真的啊，佢都嚟玩過。哦，真的，鳳跳餅係省人用吧？車輪餅啊，就車輪餅。車輪餅啊，有紅豆，有奶油，有那個菜脯啊，我給懂，好吃好吃，清理會。哦，哎呀，對，大嫂冇識到呢啊，唔係啦，記得啦，喊100帶來啊嘛，點係要開啦，點係佢啦，盲幫佢啦，忙啦，10多年呢，10多年。名店呢，名店呢，排隊耶，排隊工作啊，哎，見咩叫來比來加拜，聽一拜係嘛？聽一拜啊，聽一拜來，誒，雙拜哦，
2摆说不能国校，被搞起来。 200哦。哦，不能像我准备要踢300了毕业。对啊，都留到去年又冇来比啦，疫情关系啊，都留到今年了。今年你听到在冲两条什么样讲？人家客家什么真的懂讲。哎呦，什麼嘢？客家什麼？唔係咩什麼嘛？係啊，客家什麼要溫柔？係哦係哦，什麼？唔係啊，有嗎？每天都要講謊話。對，日行一善嘛，係嘛？哦，所以講送拜來本來準備好什麼講個衝，結果啊兩塊面就國踢咧。對啊，我專要練幾年練幾年。哦，咁每天100來就要先衝啦。所以阿伯要先圓夢一下。先衝啊，冇喊埋冇機會要衝。啊要啦，我張哥海選啊，我張哥海選。張哥要海選的哦，因為冇先選，冇聽錯就留下來。哦，對，係嘛？哦，懂病啦，懂病哦，睇得出來有練習啦。有。希望佢哋願意就當好啦，哈，都分數高怪，但係現場先生的公平。好，請這位先生。總體講嘢嗬，要見面嘅嗬，我一直以來都當氣氛也高興，就當樂觀，看到人嘅心情都變得當好，歡喜，我知道見邊睇下首歌曲睇得當好，唔過咧，因為呢首歌曲嗬，正經當適合唔唱，因為你就笑面的呀，都好像很會撩妹嗰種感覺哈。唔過你唱歌嘅時間，可能上來比賽太歡喜嘅，太興奮，踢機什麼嘅按鍵，什麼都有什麼嚇到，千萬唔可以嚇到，太傻就會嚇到。千兩來，因為你太興奮了，你彈機冇馬彈好，可能又緊張，有陣時彎起彎了冇馬順嘅時間，你嗰個彈起來就按一節，像火柴呢，一節彈起來，按你會影響了嘛？影響到你彈唔唱歌嘅，你表特別感情，你喺當創業嘅哦，還有我就分唔出人嘅強老長，譬如講風花搖機入來炸，你係記嘅重點係乜嘅？有風花係入嘅。古時講風花入嘅係重點，錯冇？站係重點，唔講係潛唔到重點。你說你啲唱呢首歌曲當大眾嘅地方，咩可能因為愛農人家撲嘅就冇馬穩，係每頁咩嚴峻咩冇馬好。你說我知道可能過去一年冇進嚟舞台，有一啲上分，唔講係。肯定你弟弟會唱歌嘅精神，將家我啲摸背，其實佢啲一直練習嘅，唱動態上咧，我啲編手都上喺度，動態上。唔講我想一下，我咪唱歌一想一下，而家用白嘅方式，用大家講法，你係唱歌一種技巧，好冇？加油！好，咁啊，這樣可以係夾嘅分數了嗬。總戰逢嘅分數。分數還好呢，邊緣你雙倍進步2分。哦，真的好，真嘅啊！我記得288分就錯了，有進步哦，有進步。之前來嘅細支團也係冇共用，哦，你冇共用啊，也係新嘅細支，然後變失敗當有啊。對，所以要補充哦，補充哦，係啊，好，誒，加油，加油，現在邊度？安子姐，我嚟沙來，黃強梅，黃強基帶來夢梅，好嘞，頭㗎啦。乡村。
球基金哈，有位主持人你敢不讲王强梅？我带来蒙基。唔怕。王國基帶來汪梅，汪梅啊，講咗王強梅帶來芒基。聰明做的嘞，你知道？好像也蠻合的。排誰啦？唔怕。係啊，人家係新傳師嘛，對吧？新傳師有教小學嘅。啲幼稚園開始教，幼稚園就開始教哈。哦，啲教嘅方式都冇強嘅。對，你慢很多情境式教學。特別你下我講你下特別啦，嗬，你下都係幼稚園嗬，特別啲小朋友對嘛？係啊，是啊，上海。哦，你今日就暗講哦，因為有風有拍嗬，我喊講哦，喊煙道哦，真的啊，就算有食飯冇？有呢，有啊嗬，等下10點做10點先嚇。真的啊，很好啊，有沒有食？人家食下有，大家小朋友都有。啊，張寬今日食物間我都一跟攏給介紹。融入生活，融入生活就來了。跟客家話題開講的了解。對，都像阿爸阿媽按講法，你送個對話啦，對話對。哦，日常對話。我用客家話題對啊，佢用關於頓飛咧。唔怕，只是談的是。硬講當日。講幾多談，慢慢的練習，對，叫小朋友當聰明。佢雖然我考冇啲講下，唔過佢落到學校嘅問我，先生，你係記喺樣板講，佢喺我問。哦，真有心。當雙教啦，我從細教正經，真會記嘅。哦，這個。也都係沉浸式教學，對，沉浸式教學。那往下扎根的這種神聖的工作，就搞不一樣的咯。嘟嘟好有2隻機會。係啊，真好咧。對，好啦，安尼總體了，安尼就唐先生來講。好，講是非先生。係啊。今日唐人上音哈，今日先要說各位其實要說潤白各位來對人嘅用種滄桑感的那種音色來創下出各位，其實係當期待啦。好，今日唐起來，我知道人嘅情感的表達到以後，所以講我有點小疑問，就係你今日上音怪怪的。人都蠻好哈，所以我知道人上不強啊咧，吼，我知道因為潤白藝術嗰一種高興嘅東西，基本上就會有帶到溫柔嘅感覺，有柔順的感覺。其實因為他一直在表達安尼嘅方式，就係講因為較麻煩嘅係人嘅聲音嘅控制力比較難，因為你像有上時上要用假音。你的假音又用得很害怕，所以按你彈起來嘅幾數個位，上愛彈到人嘅感情嘅部分，我彈嚟到，不過會背到很多的一種應該講技巧嘅部分，你上愛控制人嘅聲音，緊逼控制冇辦法按順嘅時間，它就會有一點點衝突，所以彈起來咧，就係我想聽到感情。聽得很舒服，就查到人嘅技巧部分被這個一點點的破壞掉，這也較大爽啦，哈，正經當大爽。唔過唔見比先過啊，就像剛才這位老師來討論，藝術國嘅歌型對你來講咩意思好？還有藝術國嘅編曲，知道你來唱，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方向。所以希望講人聲音更加穩定嘅哈，不用我記得哈，安尼比賽本身就愛顧自家聲音，所以可能。一定不要讓自己感冒，千萬莫按失敗哈，好了。你看雙拳之後按多敗，又被大號又現在還才累積3次。他如果其中一敗感冒就麻煩了。所以同樣的意思，本曲機制一直建議，好，所以一定要保養好聲音。其實人上要真緊當好，來希望講你做得繼續對下舞台繼續下去，好，安謝先生。但是要不要感冒也不是我們自己人可以控制。冷氣又那麼強。對啊，病毒這看不到的病毒，跟那個落來的神話沒唔低啊，對嗎？嚟看一下人嘅分數。看一下黃曲記嘅分數。就是一點什麼先生？冇問題。有辦法留下來哈。恭喜，再一遍當場。好嘞，三下來呢？三下來，四下妹羅彩瑤帶來講言。來談我啦。你給出現，誰們開始改變？我暑假有去六福村打工，就有一邊賣肥蕉、肥豬耳，來搞
拱发，然后拱发，转去就有聊天安用，所以你是非洲人的菜。可能啊，應該可能然後就跟人告白，然後告白，他抖他一開始就說。成一片符號，總會習慣一路給時間，點點掌聲會退了世界。夜公共交流目共實現，用下所有變了封閉，回流按部不愛一朵公演給。誰們開始改變，正了解所謂溫暖嘅意念，200米，200米體驗，走着溫暖嘅公園，去相信愛會生命你嘅公園，你唔會再等安撫慢慢夜睡，我定眼老影之眼都唔再遙遠。無私分開 ，and there will die you 遺憾。你為了解了世界嘅公園。哎，蔡友罗妹妹，罗妹妹，干嘛？很可愛。今天这为什么比较嗨一点？很欢喜，蛮嗨的呢。等下晚上也要跟朋友一起出去，這樣。去哪里？去酒吧。你還沒有看電視嗎？你還沒滴嗎？滴耶，滴哦，那我們不會幫你剪掉哦。開玩笑，然後媽媽會看，好不怕。她要覺得我們是什麼節目？對，哎，你現在不是還在讀書嗎？係啊係啊。你啲高雄嘛？高雄。啊高雄啊特別對夜安尼看夜景。係啊。冇啦，因為寒假暑假嘅時間有打工。我暑假有去六福村打工。六福村，嘿。今天。六福村嘿。就有遊行。遊行嘿，外公營遊行表演，外公營嘅遊行表演。哦，青島幾邊外公營？青島有非洲非洲，哦，世界各地，世界各地，或是那個什麼蘇俄、烏克蘭，對不？俄羅斯，蘇俄已經瓦解了。有沒有上空秀？有沒有？沒有，哎，那不好看。那給兒童看的好不好？怕孩子會肚子餓。那工作人員嘛，然後就為您吃。哦，我會蘇其他國家嘅人。就有一邊外非洲。非洲人，讓來告白拱發，然後拱發，嘿，轉去就有聊天安用，所以你是非洲人的菜。哦，可能啊，應該可能然後就跟人告白，然後告白，他抖哎，他抖嘞，對啊，一開始就說哦。就是你很漂亮，然後你可以當我女朋友嗎？這樣真的，對。哎，我有被非洲人告白過，真的哦。你真給他，南非人，還有英國人，就接受啊。對啊，我真傻，我真是。很笨呢。然後就跟他說，媽媽說不能交男朋友，然後拒絕這樣。哎，不真的哎。沒關係啦，你看以後上幾年還沒有男朋友，你可以回去。有媽媽知道嗎？媽媽知道。你可以回去再找他。
哦，今年对啊，再去看。哦，快演出哦，对呀，好啦，从这嘞，他先来好，请东东欣赏。好，蔡友哈，其实你从了以后，过耶稣各位遇到冇腔央嘅地方，你講一 range 較大吼，低音同高音，還有假音，好有 falsetto 部分。唔過一開始你嚟就出呀聲音，誒，你用唱大嘅是咧，唔過到前面知道，誒，你用唱高嘅是咧，啊，後來恍然大悟，那之後你這個唱國嘅時要記住哈，那之後看呀嗓音沒有全開，摸呀嗓音體放開來唱，含到口腔裡面了。你講法其實唔會呢，故說我建議哈，你唱國嘅時盡量唱講法樣誒。來表達，然後把用最第一可能冇學過欣賞呀，唱國都自習嘛，對不對？自己學對不對？這個好。清晰有學過，清晰學過也唔記得嘞。好。那之後你就唱完嚟國家困難度是蠻高的一首歌哈，一首國外給 range 較大。故說我們練的時間，你盡量把它分個幾個高音、中音、高音、中音、低音來練，分開來練，就得把練好。練後其實按你困難度國外英國嘅分數還夠的喂，我不看夠的喂。不過，但是我真是全部把它唱得當完美哈，就反而會減分啦。故說那之後你可以嘗試把聲音再放鬆一點，口腔再開一些。那之後嘴巴好像沒怎麼開，好，因為按你國位其實你需要很多的表情，基本上聽起來有3段式。中音是你的最好的地方，你的 sweet spot。你的甜美的地方，唔過高音個大音可能要好訓練一下。還有另外一個建議，耶穌國開始這窗口可以高半個音看看，因為假音應該唱會容易。好唔好？試看呢？好，加油哈！有現國外講真的懂專業，哎呀，一樣子。之前你有時候選到對的歌，哇，那個分數懂就表現都清楚。哎呀，如果發現那個選的歌那個不好發揮的那天就很慘。对，有时候那个男歌女唱也是，女歌男唱都有一些嘞，挑也会先后。所以选歌真的很重要。OK，对呀，按你来，看一下分数，看一下老蔡有个分数。哎呀，冇問題哦。做對了。92.5分哦，但他做的，放心去酒吧玩了。對，對，一分數唔點樣做容易嘛？很難講，看看我們奕迅的表現。謝謝。沙雷，請明煙帶輪，係唔會記得眼毛。嚟，等緊啦。盼望。
爱真情，怕永曾梦回。放纵的孤单看无情，你该会记得来梦。你演技好，两位好。遐条歌有一参的伫安尼节目当中吼，家有人创呀，家有拿的比赛的中，就有一次的某糖豆咯，一包某糖豆，哇，现在听到还蛮有味道的嘞，好好谈。可能你演技冲得好，哎呀，对呀，出来，哎呀，你冲得好，还有厚度是。厚度是，供一个高材生，高材生呢，第一间我图书有我运动哦，我图书嘛嘿，哦，品学兼优就抽嘞，又没有，没有，从小有我安尼强压式的那种教育啊，还有没，激动会惹老师生气，还有亲油气调皮捣蛋型的，哎，调皮捣蛋型的，但很聪明，你讲他蛮皮的声音啊，他跳。安尼轻皮肤，又不会搞，又不会脱水的东西，两种亲力会哦，这真的很医学系呢，医学系哇，是兽医吗？没有，不是，是那个医学系，就兽医冲黑胆枪当后一口，另外考试另外一科跟牙医一样就分出去啊，真的，可以不会分呢？那为什么他医学系？那他现在选的科系也蛮改动？没有，还没有开始，还没开始。他今年就毕业，然后要去当实习医生，希望能慢慢想出自己适合的科系。他本来去年要去那个。他有考上那个日本要去交换学生，可是疫情的关系，全国都不能交换学生都不能出去。哇，好厉害！他还考到日文，就日文考到1级这样。1级，哇，那就是很厉害。英文也蛮好的，英文多益也990。990不是满分的吗？900说错了。哦，哎呀，亲力会。更有建议讲去，比如讲并且以后一种，我都在专攻那一则。那一科？那一科？知道哎。啊。科系还不晓得，因为那个医生那个分得很细。现在最夯的可能是医美吧？哦，医美，对，医美那个应该挤不进去，那应该是要分数很高的。可是其实那个医生在还没当主治之前，真的很辛苦，几乎每天都住在医院。其实是实习医生廉价劳工，对，而且要学的东西很多，要孕妇的状况很多这样。对。不过还好，这疫情当中真的有靠这一些医护人员在第一线在保护着台湾，才能够这么的安全。真的哈，我们台湾的那个医学的那些教授都还真的是蛮厉害，很优秀。对哇，以后你儿子也会很优秀，希望他能够来哦，从这里向 B 欣赏。是美燕你好，你的声音还是非常的柔软，对，很温柔。好，今天这首歌呢，想要给你个建议，因为刚才我唐你共发，我听你讲话，其实你的唇齿是清楚的，好，但是你在冲狗给时间，你的咬丝全部都粘在一起，这个是我觉得很不理解，所以我特别在听你说话哈，你今天你唱歌一直有个问题，就是你会把它跑到全部都在鼻腔。那你全部都在鼻腔的共鸣的话，所有的字就全部，比如说你呀，就你就在上面呐，是娘也在上面，对不对？可是是你呀，应该是呀，应该是前面，丝也在前面，娘才在上面，你也在上面。如果你唯一的2个字呀死，你没有下来，就变成你呀死，全部你全部跑到这边。哦，好，所以你一定要记得那个。念词我觉得对你很重要，那你就是学了这首歌之后，你把这首歌用念的，你呀思念思，你就知道在这里嘛，念你唱的时候就不会你呀思念全部都在这边，然后爱在故乡也在这里，不是爱在故乡你呀思，全部你的字全部都分不开。就会粘成一片。好，那副歌的地方，你看，你莫起呀，你莫一，这边是一条圆的，可是下一句你就不能那全部都
所以你就变成今天这首歌全部都是一片连在一起，一片连在一起。你莫情呀，你莫意之后，不用爱孤单诉，这里要稍微把它切一点点调，不用爱孤单，念清楚，诉孤西再连起来，然后才你，然后才是你莫情呀，你莫再连起来，然后恋爱真情又要把它分开，你这个情感的那个进出才会把它做出来，不能全部都是年，我整个听起来就是一片这样，好，那个声音的画面会变成这样。那希望你下次可以练习一下，把它用念的念出来，唇齿的音在哪里，鼻腔的音在哪里，后面的音在哪里，都把它分出来。你再重新来唱的时候，才不会全部连在上面。好，搞不好他的偶像是蔡秋凤。这种。好的，来看一下给个分数。好，看一下掐米烟的分数。哎呦！恭喜啊！我做对哦，谢谢，恭喜米烟。好，留下来了啊！没问题，可以哈。好嘞，哎呦，三了嘿，连续3礼拜嘅 V 面咋赖松權帶來艱苦嘅事情會過去。哦，對，哦，一歌名就很好，對，很艱苦。哎，艱苦是不過去啦，哦，可以哈。愛嘅伊所艱苦嘅日，無言愛難定嘅日，艱苦嘅世界愛歸什麼你？團負嘅世界愛跳過去。愛無力反射，愛無權利嘅天，也艱苦嘅一生，誰才記？做乜解？愛什麼？愛係愛本應百兩千遍，但係愛記得，艱苦嘅事情會過去。沙漠嘅雨，黑黑無影地，你嘅羅馬街，愛承受的小雨，的一些。小雨的一些，哦，赖松權，哇，這個氣勢很強哦，哎呀，不錯，哎呀，你們好，嗨，大家好，你好，哎。
上群你怎么这个团体就会之前讲过讲给你乐团呀，吹过乐团啊，对，吹过乐团，吹过乐团，吹过乐团，这个就是你们这2位就是正式的成员吗？我们说哦，是吉他手还是吉他手？明正，明正，你好，你好，小柯，哎，你好，哎，奇怪哈，哎，个子小的反而跟个子大的咧，应该大的要学拿贝斯才对哈。周马为什么？个子小一点拿吉他比较适合啊？会吗？啊，因为贝斯比较长吗？对啊，他长。哦，对你们这个团体成立几久的时间？冇久呢，差不多半年。半年哦，半年丁丁哦。哇，总短呢？其實那條車就拄好，就係朋友嘅朋友啊，從民政就係挨露台嘅同學。哦，挨露台嘅同學，然後佢就係算廟友哦。廟友哦，廟路當中認識咧。網交的朋友對。好，這就不好說。冇啦，就係朋友啦。拄好有興趣就向他教一陣客家樂團。啊，兩邊客家人嗎？唔係咧，沒有。但係我做客家音樂係佢提出來嘅。民政講嘅。哦，你不是客家人，但是想做客家音樂啊？對啊，想試試看。哦，想試看啊。你是想我走客家的哪一種方向的音樂？嘿，就是像我們樂團這種比較重一點點的曲風，重金屬的那種感覺，比較像那種閃靈樂團那種。剛剛最後有叫，哎呦，好有味道哦！哎，不錯，有呢，有那個 feel， 有那個感覺嘞。對對，那你有嗎？你有這種感覺嗎？應該算有。有啊，有沒有那展現一下呢？還沒釋放出來，還沒釋放出來，比較悶騷啦。我看他感覺上就比較文青，比較哈正經一點。貝斯手都這樣子，對，這是貝斯手的特質。貝斯手就係配角，嘿。改天等你釋放，想要釋放的時候，你再來展現一下，再來聯絡我們節目單位。不過因為按這樣子想要把你的樂團請出來，對啊，就杜後大家都有喊啦，杜後大家有喊，一開始就提有嘅，好像還有鼓手，對不對？對啊，鼓手就我還以為你自己認為自己這個資深的單身力薄，對呀，怕比不贏人家，所以把雙禮拜幾厲害咧，雙禮拜幾厲害吼，96，學習，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就會有中風清後嘅時節，突然樂團來，對，就是延續這個氣數。像吉娜說的，在巔峰嘛，哈。哎，都客家嘅，你樂團都可能啦，好嘛？你帶動起，可能啦，就會重金屬的曲風，有興趣啦。好，來唱的唐先生的歌，講來跳同梯。對，為什麼會討論那麼久？我們討論好久，還在討論。乜原因？雙權其實我特別都會先鼓勵你，所以講我非常的肯定你的一點，就是說，所以講特別你必須說的，做龍講你一定要挑戰自己，踏出那一步。雖然你剛剛講啊，杜後太家有喊啊，用班，但是我先肯定，並不用冇強樣的形式來表演，來比賽，其實當好，因為。基本上，你以前冇唱過嗰種搖滾的嗓線，又比以前它熟絡一些些的，我覺得又再熟練一點點。那基本上我們會討論那麼久，是因為剛才有談講，人家團長叫半年啦，還有比如列首歌曲，麥開始接下來，係新下嘅，係以前都寫好嘅。哦，新下嘅，差不多1張月前。1年前，5年前寫嘅。嘅你討論跟我想出差唔多係咁樣。我先講吼，因為按樣嘅團來做嘅時間，其實你要馬上能夠抓耳跟抓我們的眼睛，係懂衝業嘅。咁比第一開始，你踢一隻音，踢一隻節奏落來嘅時間，你細微欣賞就其實有很多的問號。你要做都帶係 slow rock，也係你還用 shuffle 的方式來做，就是我抓不到這個歌曲它重點的節奏在哪裡，彈起來就動亂呢。給列首歌曲可能1張月前下，我知道佢係忙完全懂完整，做得表他們愛唱愛講的東西。故所講頭前，然後後邊係2件事情，列歌曲其實冇完整，我必須要這樣說，很抱歉，因為創作我知道是很尊重的，但是。在1個月前寫的，它其實有很多的變化，
当然，我做唔得讲，你看我这个上班，我们的其他3位先生上班用白，但是我今天基本上，我除了讲这些，我也是我自己是创作人，当然我觉得我只能说交流，我没有要批评你的意思，我只是说一个很完整的表演，应该要练动到边。我迄年发，今比故事魔法都论来，今比我宁可先不要做这样的表演。你知道我意思？因为到第3关、第4关呢，你是坐在卫冕者上面的宝座，我对你的要求是很高的，比其他人都还要高的，好吗？那我希望你大概第舞台表演的时间，唔但枪对所有看表演人負責，還要對你自己負責，還要對你的藝術負責，好嗎？可以嗎？你把我話聽進去，我還是很肯定你今天演出，好不好？好，加油！好，搞不好他们今天听老师们讲一讲，他们就解散了，也不一定。不会啦，跟班演听听，这全部都是好的建议啊，其实。没有，你们才半年的时间，半年时间其实还很短，就好像婴儿刚出生没多久，其实它磨合期再更长一点，一定会更好更棒。哦，加油！好，好不好？好，加油！对，好，哎。看其他分数以前我先唱，调下有2位评分的啊，你个菜油还有米烟子，来，看下来看分数，来都不同同。2位站着哈，好，好，就看一下咯。好，看一下赖松权嘅分数。那篇会先都读到，法典又读到，行注又读到，几好嘞。几多在那边？法典啊，在法典啊，星座。对啊，西双飞，西双飞，我要星座西双飞。啊，我是很三忙。係啊，好啦，冇本來殺咗掉。好啦，好衝過，衝過啦。2位站着哈。好，我喺度看一下咯。好，看一下賴松權嘅分數。恭喜啊，还是有机会啦！继续，2位再继续加油，那我们就恭喜，恭喜松權連續第4個禮拜，好來唱松權抽中 B 面再來報 V， 恭喜賴松權。哎呦，亞多人的傳統就會報 V 正八歲，先來介紹一下目前 V 面仔嘅兩關連續兩關聽聽哦，嚇兩關有乜好介紹？兩關都介紹，他冇喊唔來啊！歡迎鍾益強，恭喜！有冇繼續保持啊？繼續保持，係啊，安尼殺下來，馬上都進行今日比賽咯。係哦，但係比賽之前介紹評審先生。好，李秋霞先生、蔡啟貴先生、王丕淑先生、魏生炯先生。好啦，安尼先生介紹睇了哈，安尼就介紹 TV 參賽朋友。哦喲，來自法聯哦，法聯結案哦，嘿，新來嘅朋友，吳桂蓮帶來評判。好嘞，睇下啦。
姐好，好，桂莲姐姐是雷哥啦哈，是雷哥，雷都拜过诶。第三拜，第三拜呢？哦，那不成理咧。唔好排泄，唔好排泄，還陽，先還陽。哎呀，當烤都錯嘅啦。烤蔥果，就你烤蔥果啦。難怪家家讀到喏，那天會先都讀到喏。謝。法典又讀到，新竹又讀到。哎，幾好咧。啊，幾多在那邊？法典啊，在法典啊，新竹。係啊，新竹飛。西雙飛，我以前做西雙飛。哦，神啊！係啊，好啦，冇本來殺咗地。好啦，烤蔥果，烤果啦。而家好多有兩條朋友呢。對啊。全國人用照跳跳啊。係咪，很好。係啊，繼續安尼衝下去啦，係啦，繼續比下去安尼哦。之前來種啊比一兩擺都變國體，一兩擺國體。頭擺迄個 Q 嘅賽制啦，兩擺係新嘅賽制。對啊，都想着來一個挑戰。對啊，不要最後一名都沒問題。對，看這一次有沒有那個延續久一點的時間。盡量啦，較久的會。因為我盡量老在座的老師學習吧。好事。但禮拜堂嘅欣賞公平啊。因為我主要係我嗰邊冇人教啊，所以我都嘛靠在座的老師係公平啊，去學嘅啦。其實講真的，看電視哦，按唐先生嚟講哦，是吧？咩親友好哦，親友好，董友好，真的董友好，大家老師講嘅，我就大家來記起啦。記了，讓慢點，我都慢慢地去改。友好啦，一定友好。謝謝。難怪比海選的時候唱得進步的。不要這麼講，不要這麼說。我按你唱的，對，唐安你欣賞的歌。哦，唱秋下欣賞。按你幾點記認這以後啦，哈，因為義國冇先生教的嘛，所以一家學的，睇一家學的時候當中，當然有其他缺點，可能一家唔對。所以利用你嘅機會，你講好嘅人安樂，啊，你笑容親哈，有類似案件，你也不能傾聽啦，哈，你要說歌詞以後啦，王鳳竹作為哈，那個學生係佢這個一腔這個會作詞啊，客家妹子唔係客家，客家人家種，嚇唔好客家，嚇你咬字要注意啦，哈，歹勢啦，哈。還有權欠奶度嘅所在咧，權欠奶嘅所在就所在，你四級八級注意三個字啦，平板。所以你講有四級八級，行你就所在冇關係，你哋會關係就解決出來咯。權欠奶度，實在是強下床，溫州太房啊，咩？你溫州太房你會有關係啦，權欠奶度嘅時候，你第二要加強啦。你會到時候嘅效應要照出來，注意啦，還有特技嘅時候，你每樣嘅時間，你就多少會，我就你撇嘅上會做出來，按到冇嘛，你嘅染質嘅時，你冇好好種你嘅就係應用乜嘢都表現出來，所以你到後背時，你嘅氣就比較弱，呢一點可能就會再加強，係還有機會上來加油！你叫你三副作按獎咧，真好誒！加油！好，按住先，你可以下夾嘅分數咯，看一下幾點嘅分數。91.5分嘅分數，唔係做得咯，有分數係做得，有機會。留下來，謝謝。好，也就看後輩表現樣板咯。好了安子先，好，謝謝面當潮，謝謝，好，沙來係總父妹帶來三個字，嚟聽下啦。唱了山那歌啊，秋開了山那，望來變了多啊，兩
好，主持人好，哎，你好，哇，走得清风呀！父母这边讲来，安尼要闹热大来比赛咩？个次数咩非常的多拜咯，去多拜，加拜咯，加拜咯，青蒿创啥多？青蒿创啥多？青蒿哦，发扬客家文化，发扬客家文化，错啊错啊，讲好堂的发扬客家文化，传承客家文化，讲好堂的吼，冇好堂的样，就好啊。阿哥创过开心吗？哎，系哦，开心吗？哎，欢喜啊，最重要的事情，错，还有人去嘿，啊，尤其也按球来比赛啊，个声音的状况比头排行好，行下好吼，动啥嘛，个技巧上动。别啦！你睇唐艺来唱喊唔会啊？呀，还有较好，有较好哈，有练习啦哈，对，卡家练习啦哈。对呀，哎呀，唐讲之前哦，就是疫情忙游的时节，接触过一了。哦，正经哦。哎呀，是疫情，无奈何了哦。对啊，唔敢出门咯。唔敢出门咯。就待在屋下，冇出去了。国内了，国内啦，国内了啦。哦，有这位那了嘛？哎，六福庄园啊，沿海六福庄园了。六福村哦。六福村个六福庄园，去谢修。哦。谢修，主要以谢修住宿还有住宿啊，谢修，谢修，橡树，这个橡树，橡树，啊是暗船个坐船17号，哦，一暗捕捉13000人哦，哇，嘿，高级的嘞，五个人一只房间，哦，五个人一只房间，要算清贵呢，个许多时间哦，有个。洋兵舞吼，跟外国人咯，舞人咯，哎，青中戏都国外用的呢，哎，跳舞哦，都好看，都好看。不过用轻轨听出爱啊，还有嘛个贴片的。韩国房间度哦，在出门看出去就会通屋，哎呦，通屋咯，哎，通屋。韩国个鸵鸟吼，哎，在航路上咧跳舞用的，等于像的那个鸵鸟啊，会跳的咧，好了，安尼总体了，唐先生公平。好，请奇怪先生。好啊，分麦姐哈，确实佢咪上哈，佢嘅上就唔會像以前按樣技巧上，佢俾佢唱嘅三國志，實在講也係平平順順啦。不管在咬字方面、韻味方面，也做得一樣啦哈。但是呢，我有感覺到一些咧，就會講，也個在第二嘅時間，比如講。秋開了生啦，一隻高音要創意啦，都然後一大音啦，佢變嚟講就多少會辣聲，佢唔係用到技巧上，所以高音唔創意，大音唔自家要有辦法，讓我去做一隻嘅音嗬，其他嚟講都前面咩無人彈，同樣有一樣情況嗬，嘅年歲輕。啊，年歲了千呐，一個大音我唱出來，冇見咩佢他媽講唱來比以前進步加千多，相信你還有進步嘅空間，加油！好，可以下這個分數，可以下總分唔可以嘅分數。好，哎呦，同分，2分誒，就是2分哦。咁我根本一全部留下來，係啊，全部留下來，咩簽好啊？係啊，哦，係喲，要緊張下，唔係啊，好。一到分數，兩隻空下嗬，應該要幾位留下來。係哦，可以下，先坐下，好，先先，對呢兩台，好，謝謝。好，係殺下來呢？殺來係一位澎湃鳥帶來羅山歌，嚟聽下啦。有限时间，唱山歌啦，人生。
强富贵，命中天啊，身体健康啊，快乐到朋友真好，主持人好，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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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喂，也剃头关呢，剃头关，你踢几礼拜嘞？停摆哦，停摆嘞。哦，你厉害呀！人睇人先生有来嘛？今日有片，大概有片来，今日有片来啊！要在爱来啊！在啊！之前是要强下来比赛嘛？比啊，系啊，后来就平强下来。按拄好今日去拄冇上，冇上，人老公本人講上手嘅，唔怕，爭多來就好啦。冇幾邊啊下會唱，係咁要，客氣咧，客氣，係啊，唔係錢會唱，係啊，我師母我先生啊，在愛來比賽，係啊，係啊，因為按演啊，係啊，帶山當紅，他甘之如飴啊！你只要努力哈，嗰個衝好了，比好了，人家老公大禮拜都冇問題，好嘛？幾辛苦嘅，係啊，唔會睇唔衝，聽咗好睇唔衝過，你買到鹽比薄都會啊！哦，戒煙哦，誒唔好，你身體健康哦，冇散多。從頭唐先生嚟講，像秘書先生，朋友姐你好，唐一總講啊。看起來就當分戲，因為你看起來就小咪咪啊，係啊。咁個基本你從了解廬山歌，因為啲廬山歌就係應該戲啊，會來到啊衝掉。你感覺你動到尾韻或者是那個很多換氣那個地方，莫講走得動好。好，像還有比較高音的地方，像提一句哈，有寒世界，這個尾音你要控制好，你不要讓它跑掉，你要讓因為讓你給上丟出去，唔過為躺起來唱誦給時間應該堵時啊，為不用它唱誦掉，然後還有貧窮富貴，兩隻詞係。唱同樣音，對不對？可是呢，當你身體沒有控制好的時候，其實聽起來雖然你要唱同樣的音，不過唐一樂曲冇強容哦，就是它會沒有在同一個 pitch 上面走動，好，然後還有很多那個後面尾巴的韻啊，就沒有在拉哆咪這個三個音跑來跑去，就聽起來就會覺得是走音，對，就我覺得就感覺了解提風下。下都問題聽聽，其他呢都唱得很好。蘇先生，你睇唐一樂咁樣演配啦，音樂是對呀，你唱得看一下，好，看一下旁白有個分數。哎呦！哎呦，做對咯，係哦，冇問題哦，冇問題，保留下來，係啊，恭喜哦，你再買鹽半日都唔幫嘅，跟住特別嘅做，應該是記就好了啦，做得嚟，哦，阿志師，大家好，在邊度？恭喜，沙來，彭水峰帶來3個字，好嚟，聽啦。上了是那劫啦，事情來多難，已經落了來呀，各唱了歌難。
街啦，冲了河那，一梦前那边呀，来自来头那。水风太高头，两位好，你好，大家好。有咩人冠军歌手啊？嘿，有个面相哦。初上去几多摆？100天吗？一礼拜天吗？一礼拜，这礼拜就下来嘞。等你真搓磨手，还蛮熟嘞。摩搓章啦，摩搓章呀，嘿啦，等你休息几脚啦。哦，那边有风水啦，那边有风水跟问题。咁我听哪个水管的，即个来丢。哦，丢一种抽水筒。带人来。很专业不？自家做的。哦，其实佢团人分享佢啲故事啊。誒，千神奇呢？乜嘅故事係？係危樓嘅朋友啊，佢係大家試攞啦，試攞嘅原因啦，按到小安啊，講小安法，小安強，像佩璇一樣佩璇，佢講佢都係送料啦。送料，佢講咧北部人嗰度蛋料啦，香料啦，蛋料、送料，乜嘅意思？乜嘅意思係？我咩唔相信，我唔相信用送料用擺呢？佢菜上嘅時節，哦嘅上嘅時候佢香料，按果性啊哈，果性佢就變上妝啦，哦，cái拍盤上上妝啦，用唔樣用？一種那個人係音響嗰啲啊，叫貴狀頭浸冇妝料工啦。哦，試落去浸冇料工，係就是下妝工啦。哎呦，就甚至嘛，哎呦，有乜嘅原因啊？依家係風俗上面啊。風俗都係風俗上面，嗰片香料嘅都係按用就錯咧。都個性都相撞嚟啦，所以講而家導演講，佢要講學到要講黑啦，學講你香料人哈，是唔睇啦，用完是唔睇香料個性就冇香料咧啊，是唔睇啦。係咯，很精神機嘅，有冇糖多？冇糖多，冇糖多咧。係啊，IT 糖多，老太家分享，很神奇哦。啊，先嚟談先生公平哈，蔣偉先生。哦，嚟。潘世雄先生，就一般嘅水準嚟講啊，今日唱歌可能性有多少緊張？第一，跳舞嘅問題啊，跳數你講 key 嘛嚇，可能你運動可以性格係適合嚟唱，可能性嘛。今日唱歌非常係帶勁嚇，咱唱後生係生後生嘛，你後生，你係拼音過嚇，你一點可能會嘅。咱個今日戲哦，冇非常嘅少，但係每上嘅收入咪全部我感應認為要學團隊嚇。哦，語金係金，你唱語金啊，你話金是一般來講係咩？大家都談討，運動係必考必啊，就係合起來。已經落了來呀。咱了多少有四季八節的四季嘅為數呢？有多少嘅亞上出來哈？按其他幾條山歌嚟講呢，音樂實力啦，非常嘅高啦哈，因為唱歌嘅水準非常嘅好。基本應該認為是你是冇講將你幾天嘅嗰種嘅實力呢展現出來，希望講韓白啊，你一點嘅加強嚟。10年以上個能夠喊得好啊，加油彭生。好，謝謝嚇。嚟，嚟看下個分數。看一下彭水峰嘅分數。
93點講下員工嘅係請過款哦，有機會哦，還有喺海味啊那個微面炸哈，可以辦法嚟炒過嘛哦，表一下，好，可以，好，所以呢兩套，謝謝，好啦，殺落，係你嘅連續2禮拜嘅微面炸總熱球帶來平板，來聽啦。熱球戰哈，主持人好。像你分享一個故事，一個朋友神奇嘅故事。哦，我朋友吼，佢大概六福村嘅孫行啊，嗬。六福村，佢講嘅六福村下擺嘅梅花鹿長度啊，佢下擺未穩。長度以為拿來賣睇的嘛，哈，好像六福村通福園地杯度嗎？誒，佢應該長度可能會有，因為叫演講嘛。我朋友就唔知哪嘢，就是常常講，佢就個梅花鹿動這樣，佢就賣10條轉來學啊。哎呦，標那片啊，佢不看有個。有鐵啦，有兩三分鐵，基本上就要學嘅啊吧，要變通啊，要發言哦，乜嘅都要啦，哦，地主就對，係啦，基本上就要學呢啲東西，係啊，就後來演講演到，哦，佢當然啦，就算安部啊，嗬，冇當然咪有佢嘅國嘅乜嘅錯啦，嗬，冇就錄嘅數啊，錄嘅數就冇站嘅記嘅。入俾半幾時英語冇事就做唔得啦，嗬，咁最多站咗咧，咪最多是2日添，次嘛，結果後咧過2日咧，演講演到，佢要演手機去掉，佢排唔啲手機用係巴士嘅嘛，我係1日。用啊，個係2日咧嗬，個用個錄個2日咧嗬，當然做得複雜，當然會做得啦。個1日用個山啊，佢要家下後來要當時用個2立行就出嚟啦，出國啦。佢講用個山啊，用個錄個講哪次用？等陣時唔盤得啦，唔盤得，佢就聊天落來，病都冇去啦。跳嘅病體啦，放生哦。佢講5本配聲音啲啦，佢用降本配聲音吼，做佢氣體啦，咁樣啦，係啊，佢講佢病體過哦，要喊要到就轉來哦。哎呦，要到就轉來。係啊。見用冇俾我運嘅你通福園，佢怕無愛啦，因為佢攞佢買嘢啊，因為佢嘅聽到，他們繁衍嘛，嗬，叫咩應到嘛，可能要放到墾丁哦，國家公園嘅片係，嗰片就要野放嘅啦，係啊，所以要養寵物之前真的要想清楚。係啊，他們也是我們的家人。是啊，嘿，好嘛，那個常態的唐先生的講評咧。
请秋夏先生。你唱歌原声清拉哦，有個原，你唱歌嘅感情也有吼，唔過係你有幾隻詩嘅嚇，人康詩嘅啦嗬，好彩演嘅冇演嘅，演兩撒演嘅，冇演嘅，所以就你彈哦。今年嘅時間6月嘅時冇一下唱腳，變嘅就是說你多數有像你們包演沒有？既然你特質是唱一樣，你今年嘅時唔好一下就唱出啲呢度嘅唱哦。其他嚟講，大部分嗬唱個清嗬，見唱見進步嗬。你這個舞水本就有求進步嘅空間非常好嗬。睇個 content 是指，你做得可以 keep 住大家嘅優點。要買一唱，佢嘅馬賽幾缺點，你平時時常要馬人講，你自己就改之，唔好喊乜強浪嘅發生強浪嘅情形，就就會進步啦，哈，加油！好，謝謝。好，看本書之前，唱兩下個清歌符。是龐水峰先生的雕塑嚟呢，哈，舞台當中。聽聽啊，可以很急呢，哈，可以比比我哈，嚟，可以哈。仲一曲嘅盤叔。Mr. One 卡洪的这个木香果创办人，可不可以给你示范一下？我再示范一下呀！来，你有没有办法打出一首广告歌？可以 ，1 2 3 go。感冒用丝丝医生，哦，不好意思，你怎么用唱的？让大家弹出来。可以比比我，好，可以比比我哈，嚟，可以哈。佢仲一曲嘅盤叔。評分嘿，哇，安尼評分的話，就係先唱你嘅粵曲子，繼續錯，唔過強樣 V 面兩關。對，卡關啦哦，先錯一下，先錯從面，唔過見每評分咯。另外嘅兩位評較少分的評分，強樣留下來，下禮拜強樣咋也唔使嚟變。係哦，下禮拜繼續加油哦。好唔好？好，安尼粵曲子加油哦，下禮拜好嘛？先唱你嘅粵曲子，等上你嘅 V 面上嘅暴力，槍勢做從你。鬧熱音樂會，而家啲節目當中咪有唱到有啲金曲歌手。哎呦，係哦，佢啲在啲呢所有嘅當到必須節目當中啊，哈，佢常勝軍。常勝軍咪只讀到嘅，係佢哋幾年行結婚要將來嘅。哎呦，很幸福啊！係下家嘅新好男人啊。根本而帶來佢嘅第三種嘅專輯，我攞睇自家來分享。要出專輯嘅，要出專輯咧。先嚟談嘅好談嘅歌曲，等下真係好好訪問佢啊！好，歡迎金曲奶爸鄭中偉。好嘞。思念留白，感染茶染，被做配近路邊旁，開到越春越春越春春，又夢又怕然又甜，情多嘅線，天靈風杜繞，相愛天靈意隨風繞，將路邊花。最揭幕，揭來串串介面門，花開了又那是那，莫走了是那，花落了莫那傷。
路边花，甲阿妹花，举甲要对路顺，一定会准无卡。恋恋路边花，甲阿妹花，容易入老花，飞落满天下。我思念留白，感染茶染，每座归赶路边花。开到越传越传，越传传，越梦越怕呀越甜。千朵个线，等连风都绕，想为等连雨，等连雨随风绕啊，江路边花。最羡慕，給來串串界願望，花開了又那是那，莫走了是那，花落了莫那傷，奈來了。恋恋路边花，甲阿妹花，雨甲没对路顺，一定会准无卡。恋恋路边花，甲阿妹花，容易入老花，飞落满天下。恋恋路边花，甲阿妹花。雨甲没对路顺，一定会准无卡。恋恋路边花，甲阿妹花，容易让老花飞落满天下。恋恋路边花，甲阿妹花，雨甲没对路顺，一定会准无卡。恋恋路边花，甲阿妹花，容易让老花。希望大家钟明好，主持人好，台牛哥还有金娜，你好，大家好，金娜姐，突然间国际化了，金娜，对，先同恭喜啊，恭喜哦，新嘅轉世，第三種嘅新轉世，多麼容易啊，你上一張都幾個月時間啊？差不多2年，2年時間叫啊！哦，先歌嘛，先歌該種準是，係聽一種。其實那條歌叫那種準是係按照嗡啊，就係下半日小朋友嘛。錯。其實因為客家話嘅嗡啊，是係嬰兒的意思。那嗡啊嘅叫嘅上嘛係嗡啊，因為那種雙關，其實當好用那雙關來做歌曲。從喺體重準是中央歌，係中央強下歌，哎樣嘢，然後阿哥強龍，所以講中央你講歌，中央歌，錯，不同的時間，體重是誰來兒，是中央歌嘛，後來體重變成縣歌。縣歌是而家台歌咧，變成而家長大了，變做6線的音咧，查下來，第三種真是我自家做啲整個6線咧，因為自家要家庭咧，要半樣要嚟咧，所以自家嘅鏡頭會好重咧，係啊，所以是
是写了种准时是写本自家来的，所以当辈咪系爱自家来的相片。对，里面还有小脚印，你不会堵没黑呢。所以整个家庭成员都在这里面。对，所以这个一个很好的纪念啊，懂我？这很棒哎，很棒的礼物，今后的礼物。这一个创作歌手就是这样，我觉得很钦佩、很羡慕，就是他不管在人生的记忆当中，他幸福的一面，或是他这个感动的一面，或是他比较不如意的一面，他都会把它下列各位地方转写读方，各位读方。错，那种专辑咪地背封面的相片咪动台体系爱来的相片，所以东英讲系记的专辑咪爱。第一转型，伊只阿爸咯，阿妹下半夜来一个转型，错，这个亚洲也来了啊，目标唔到了啊，冇啦，当辈本尊无误，因为佢独家要木质地那片，所以佢系翁啊，佢咪要独家教错咧，所以有这个杀嘅风格，有杀嘅各位都错，好棒啊！这个他长大看到一定会哇，好棒哦！怎么把我拍这么丑？真的把哭的放进去。好了，从这条歌来，我们请东老师一样是创作者。好。其实中伟其实个风格了哈，很是鲜明的，因为都可以讲新生代歌手地位给参加动比赛，我把都带下弹过动多。今天这个弹的还不错，没有得扯哈。弹得好。这个其实中伟各位加入 NE 三个嘅元素地步，要加亮点。如果大部分给单是一闪自弹自唱，我觉得给特殊点。也是最值得继续在维持下去的。各位按最近有一个团的亮公婆嘛，哈，举凡我们台湾歌坛大概也没有亮公婆做唱片的，做看好的创国模哈。哎呦，于天、李亚平有没有？陈随意、谢怡君，也有。客家界没有嘛？客家界目前就给你们啊，应该没有了，没有了。对，我觉得这是也是董会的一个方向，因为就果树创作，就你融入你去给它审发，要审发轻松些，因为你给审发的过程，你下创作留下来，其实它不只是个创作意，也是你人生的一个回顾。反正看那时间，这次作品都还蛮不错的。我想问一下，你来还有谁？你下袂凉水咧，不凉水哈，等候稿的时间，一下等候稿哈，等到观众看一下你就低，慢慢的下，我们罗哥就知道了。不是到国中5岁的时候他就知道，好，3岁就可以。好戏在后头，3岁小孩鬼都怕。好戏在后头，他们在做人下可以下喊某 Q 用，下干某 Q 用家庭以家庭为单位，对，加油啦，好棒，加油！对，真的过2-3年再出一张专辑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么幸福的感觉了，是不是？错，对，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回忆嘛，把它收录在里面记录，对，真的很棒。唐公今天把你的亮公婆乐团也带到现场来，错。其实因为那种专辑有3条歌曲系爱帮勇强下参与，你的亮公婆乐团是可以去录唱片，希望有机会做得出一种专门的你亮公婆的唱片，放闪的唱片，看之后还有没有这么闪。来，大厅进进动起来。那既然两公婆乐团都来了，老婆应该也来了嘛，对不对？安乐的带了一条歌呀，好，带了一条歌叫做《幸福两公婆》。幸福两公婆，来弹一下，来弹一下。根本一般总为什么该？下雨去挑选就问我爱。天公你爱你爱去奈误解。下冬到事情忙做喊渡街。后日看到钱包已经打呆。下冇留見閒擺贈淚雪澎湃。太後日同我促人家錄仔。下比住橋腳跳近切唔會壞。生活中很充滿，太多細細挑戰，任何人有你陪的愛。愛你係兩公婆，
情，只要你的祝福。爱你黑亮公婆，讲你不弃不离头，两人强下牵手牵脚，容让幸福in oh no。早醒过来，要想的很无题。好啦，你去后内爱来追伊，公主她都是要的叫无敌。好啦，你先去陪爱来妒忌，另岸哦一台的手奴婢。好啦，你先去问爱伴摇拳，按不掉最后是办法滚无敌。好啦，爱对付你去看电视，生活总会充满爱的细细挑战，痛好人有你陪恋爱。冲跳大冲蜜蜂，不论发生哪个事情，只要你的祝福。爱你黑亮公婆，讲你不弃不离头，两人强下牵手牵脚，容让幸福in oh no。爱你黑亮公婆，冲跳大冲蜜蜂，不论发生哪个事情，只要你的祝福。爱你黑亮公婆，讲你不弃不离头。两人强下牵手牵脚，容让幸福in oh no。in oh no。哒哒哒啦，哒哒哒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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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闪哦，放闪啊！罗哥，吉娜，大家好，用公捧我腿，来，两位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这位老师见过嘛？见过嘛？哈，对，哦，黄明志，他很害羞，动力和吉他欣赏啊，看到大家都摸，还是以为黄明志，还是你是秃头还是什么摸？抽顶抽，丢那么人家帽子拿下来不行，有偶包的，然后一笔欣赏，哎呀，小白欣赏，是哦，好壮哦，对啊，练重训的是吧？啊，打到满头大汗，还是橄榄球队？我因为你走你就说你是壮就好，你走跳架，所以因为分量啊好，是这样吗？嘿，家长空一斗，哦，真的，做跳架分量较重对吧？哎，超，看起来 man power 人，哎 ，Mr. One 卡洪的这个木香谷创办人哦，动力会创办人，还有上跳架，年轻老板，动力就是那个鼓的创办人，哎，这个鼓 Mr. One，你是怎么样？你那个姻缘同给结到的？小万其实系因为魏师兄。魏师兄，每一张他创作歌曲，哎呦，就是之前我上一张专辑有帮我写了一首歌《辜负》，对，错，是魏师兄俩去老去属实好球，强下伫音乐教师伫位教音乐，所以开始这我有一条歌曲本去变曲以后是小凡先生又让我填修，我是觉得哦，你张音按后上按会打鼓，所以开始这我转去甚至表演的时间，我是参与一看是佢现场的魅力动好，所以我一世成老主顾，打白是参与一世成主顾的也很多呢。所以木香鼓，那你会打这个鼓啊？那个爵士鼓会吗？不会吗？会，我以前教爵士鼓。哦，所以有这个有这个节奏感。可是打爵士鼓在后面看不到脸。对，而且有那个木香鼓懂缝边，这是很缝边。你如果比如说一般朋友聚会，你说有吉他然后再一个木香鼓，其实它就非常热闹了。错，随时都可以表演。只是根本有送一种。应该变做电呢是的，烫下是大家做一做，应该没有一场没空用放花盆，哎呦真的哦，哎呦这个一个好好的乐器，你把它当做，不，所以其实小丸先生，你可不可以给你示范一下？我都在示范一下呀，来，
对呀，木箱鼓这个真的很方便，很方便哈。给顺通还有一扎给有吗？为什么没有动呢？动在后面，动在后面，好，给属音呐。好，大鼓在台鼓，来，小鼓在上面，大鼓在中间，小鼓在上面。嘿，这样低音跟高音是，示范一下。木箱鼓，对，来，哇，右左的循环。哎呦。每个地方都可以打出声音。后堂，是，谢。哇，这个底子一定要很好哦，对，才有办法打。我来打一首歌，大家猜一下，可以吗？好，来，我帮你。来。哆咪咪发瑞瑞，哆瑞咪发嗦嗦嗦，哆来咪哆咪咪，人家已经第二段了呢。好，反正哦，你要记副歌跟我讲嘛。好，来，哦，你有没有办法打出一首广告歌？可以，感冒用丝丝。好，可以给我音阶吗？啦哩啦啦哩，啦咪啦啦咪。好，来 ，1 2 3 go。感冒用丝丝医生。哦，不好意思，你怎么用唱的？让大家弹出来。这我有点难，这个这太有点难了。对，是吗？对，不是音阶，其实很好，很简单，是不是？对。好，没关系，我回去练一练，回去再练一练，下次有机会再来。好，要不然你的汗都已经流到这。他太认真打鼓了，这要用全身的肌肉去打，好不好？对啊，对。不过这样也会瘦啊，不错啊。慧茹老师，来，我觉得很棒因为听你们唱歌，然后听到我那个嘴角都不自主的会微笑，真的是好甜蜜，对，就被你们的那个自然的那个感觉跟整个，我觉得这首歌是创作演俱佳。对，谢谢老师。对，真的是很美。然后你们的互动是这么的自然，然后尤其怡琳的声音非常的甜，声音真的很甜。然后我从你小的时候来比赛，一直听你唱歌，然后一路这样子听你一次一次的。一次比一次就更棒，你今天真的是唱的，然后真的唱到我的心坎里了。我相信很多的听众今天听到也会感受到你们的那个幸福的感觉，这首歌要表达出来的那个幸福的感觉。然后我也觉得你们整个乐团的配合，虽然你们两个这样，可是他们的整体的配合度也非常的好，那个默契啊，跟那个所有的东西，我觉得都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呈现。对，所以今天我觉得你们。这个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棒，对，真的是很棒。再带来一首歌，好吧？好，没问题。带来跳歌曲，那跳舞。跳舞，你要洗刷你舞痴的名号。真的，你不要轻易尝试，让我们这个观众转台啊！拜托，应该尽量啊，应该有大量加动这样的项目。哦，还有舞群是不是？哦，那还好。你今天老婆带来了，你还又带2个啊？你干嘛？因为老婆是跟好好唱歌的时候是应该带来动专业的跳舞现场。那条歌曲很多欧巴。韩国的欧巴。错，没啦，欧巴係講運動哎呦，欧巴，你要是用按欧巴，你知道意思吗？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就是那。欧大便啊？不是啦，不是啦，不一样啦，这应该不是哈。没写啊，欧巴没有，是講運動冇經驗感。是動冇。是不值得信任的人，就是都等於那很不優的，共發沒有不值得信任那種感覺出來哦，就是那樣。開始是帶來條歌曲，嚟彈一條好彈嘅歌曲咧。愛做的瀑布往前衝，勇敢你就那一。很有氣勢。你有帶 dancer 來是對的。哎呦。因為大家看的是2位 dancer，不是。走。
黑盖我把给你，散发的两张动态的伤心。当你说把下班都该电视，当你买着莫为所可发挥，你黑盖我把给你，散发的两张莫害的伤心。一种一路经历有过经历，多他妈的世界做的成功在意，梦想一天也有梦想，理想也有个理想，我的爱做的步步往前走，勇敢一起走那一。去黑盖我把给你，散发的两张动态的伤心。当你说把下班都该电视，当你买着莫为所可发挥，去黑盖我把给你，散发的两张莫害的伤心。一种一路经历有过经历，多他妈的世界做的成功在意，梦想一天也有梦想，理想也有个理想，这些数字概念已经全丢容，陌路容，永为安永。梦想一天也有梦想，理想也有个理想。哦，你的爱做的步步往前走，勇敢一走来一从掉泪。对对，哎呦，我跳龙的风格咯，很有气势哦。你有带 dancer 来是对的。哎呦，哎，因为大家看的是两位 dancer， 哎，走，就会分成一下。对，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壮牛，刚好。哎，我冲狗啦。不，刚刚还是有帅的一面。有啦，哦，有没有那个胸肌啊？眼镜拿起来还会。我连口水都喷出来，我还吹一下，哦，才带起来，真的很帅，耍帅一定要的啊！哎呦，听说这两位老师不得了，来头不小哎，两位欣赏，头很大哦，不好意思说人家，哎，体委欣赏，哎是庄宁欣赏，哎，大家好，对，庄宁老师，还有傅怡训胡雨欣老师哦，雨欣老师，对，好，两位欣赏好。大家好，哪个音啦？我姓朱姓不音。哎呦，姓不音，没有你哪个音？嘿，错，糖的小五个，几个个，嘿，唔怕，错，对啊，打扮成这样，我刚刚进来的时候，以为哎，你怎么带两个女的 body gun？ 对，像保镖这样那种感觉，不过这些东西么傅怡训身上，因为佢老爱天手动作，从爱舞头的设计，然后从爱
去年有一只中央高度线构的音乐剧，每期都在做咧执行制作。哦，就是所有的舞蹈的这个通奏都会俩欣赏啥个，他来设计就对。错，因为佢要大新部，爱大主动啊，所以动群，变成好风片。错，老师，今天既然来到现场，这舞蹈这一些，你应该也是从以前底子打得很深嘛，哈，对，可不可以教我们几个？走的，教几个动作。龙扎动作，龙扎传统的民族动作，虽然今天穿的很像那个骇客任务，但我们来跳一下传统民族2个简单的动作。好嘞，第一个叫做风火轮，因为它转很快的时候会很像风火轮，像电风扇这样。然后它的动作是这样子的，麦克风要借过。拍谁？上下。哦，风火轮。这个是国剧才会用到的吧？对啊，传统民族舞蹈的动作。动作，它是很小的，刚刚是很大的电风扇，这个是比较小的，我们叫做小五花，因为它像花一样，这是大家最常见的莲花指。哦，一个小苹果，翻回来就完成了。哦，起来放旁边，对。啊，那么简单啊！两个连在一起。就会变这样。哇，这蛮简单的那就不用学了没有了，很难呢，不容易耶。对啊，这种手势对不对？我那天才学到一个，这个手势，这个，好，人家 rock 是这样嘛，是不是？rock 是这样 ，rock 是这样，对，好，这样。这样，这表示什么？这要讲出来吗？我对你的爱没有终止。哇，对不对？我想歪嘞。没有，我也是有正常的一面啊。对，这是什么？哎呦，这是什么？事事如意啊！鄙视你。要配啥高矮哦？来，冲的这位老师，强大的先生，是，先生们安都欣赏高，教了我们那么多手语，谢谢大家。刚刚那个风火轮。其实对我来讲，我们先看中伟长大的，看你胎啊，其实以前他在金选奖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正大金选奖，对，正大金选奖，他就是他给当时你还选学生伫要读动创业比赛，给当时就得到演唱组的冠军吧，没错，哇，他那时候就很多人注意，然后保美的民国是传堂创国的时间啊，就有注意到给，其实他那时候对音乐是抱有很大的梦想跟理想，唔提讲音乐幕诶，他的在客家歌俩这领域里面，有安好的成绩，看佢越来越好，不管係創作，不管係家庭，也係講家，雖然講太搞，我有不小心聽到董老師噗嗤了一下，但是這樣放屁，沒有，我也還有幾個動作我也是有憋笑，因為鏡頭在前面，但是然後講正經衝跳去啊，正經都冇簡單，真困難，正經咁困難，我們說要說歌曲，不管係編曲也好啊，不管係給設計上面，我覺得是讓我又看到某腔用面向的鄭中偉，那時候很光榮，很開心，加油！安子姐，光这牙因为太多元了而且媒体也太爆炸了，按我们客家歌手真的很多很棒的一个这些创作歌手都创作出很棒的歌曲但是就是少一这很多平台没有办法去，他们很多舞台，没但是仲伟这就比较辛苦了你要找出很多。可以释放一些歌曲，可以让大家听到。本來就係糖豆嘅平台啊。對啊，錯。所以我哋喺國小做漢語線上，每當時麼學校嘅線上，佢講大家小朋友上去頭一條我自己唱嘅歌曲唱，本全校嚟唱，我糖豆我真係冇機會跌下來。哇，校長很有心錯，校歌係
嘿，17度，哎呦，我自家的故乡不因春虫，哎呀，是动感痛，哎呀，错，也一定会让更多人更加的传唱，一定会，哎呀，今比讲真，比种多加。安尼众位来到安尼节目，也谢谢你们了哈，谢谢老师，还有亮公鹏，对，亮公鹏团，也希望你的专辑能够卖得越来越好，好不好？好歌越来越多人听到，好不好？好不好？谢谢啊，好，谢谢，大家多多支持啦，多多支持，这总比还有亮公鹏团，还有 Mr. One 小万老师的卡后，那个好冲各位朋友，赶快来报名啦！打电话来哦，66676还有传真电话2227778 8132，等大家来报名哈，因为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喜欢因为呢哈，我们多谢安尼辛苦的评审老师，评审先生辛苦嘞，谢谢小江老师，公鹏团，小江老师还有恭喜欣赏，辛苦嘞，还有李天聪跟董仲颖辛苦嘞，谢谢。下礼拜我们记得咯，记得准时收看呢，闹热大擂台，闹热共下来，再见各位。